大家成日都話食魚健康過食肉，但你又有冇諗過有啲魚你以為大補，其實分明係將砒霜吞落肚。最近國際衛生組織同食安部門公布咗最新嘅致癌魚排行榜，名單一出真係嚇到好多人下巴都跌埋。平時大家最提防覺得好鹹好重口味嘅鹹魚，竟然只係排喺第4位，而高居榜首攞到冠軍嗰種超級致癌魚，到今日都仲有大把人。特別係一啲啱啱步入50歲、60歲嘅老友記，會花大錢買嚟當補品食，以為對身體好，點知反而係親手將癌細胞餵大。今日我就要同大家150拆解呢個排行榜，話俾大家知到底有邊幾種魚係健康刺客。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屋企人，特別係年紀大少少、過咗50歲嘅長者，平時好鍾意買魚補身、買魚煲湯嘅，呢條片你真係由頭到尾1秒都唔好錯過，因為分分鐘可以救返你一命。我哋先由第4位講起，冇錯就係大家由細食到大、餸飯一流嘅鹹魚。可能好多人會奇怪，鹹魚咁多鹽，又梅香又實肉，點解先排第4？其實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早喺好耐之前就已經將廣式鹹魚列為一類致癌物。咩叫一類致癌物？即係有明確10足10嘅科學證據證明佢會對人體致癌。鹹魚喺醃製同埋脫水嘅過程當中，會造成大量嘅亞硝酸鹽。當呢啲亞硝酸鹽入到我哋個胃，同胃酸以及蛋白質嘅分解物結合之後，就會轉化成一種叫亞硝胺嘅極強致癌物質。呢種物質會直接破壞我哋嘅鼻咽細胞同胃部黏膜，大大增加患上鼻咽癌同胃癌嘅風險。以前有研究做過統計，廣東地區即係我哋廣東同香港一帶，鼻咽癌嘅發病率係高過全球其他地方好多倍，所以鼻咽癌喺醫學界又有個綽號叫廣東瘤。呢個同我哋老一輩由細到大鍾意食鹹魚鹹蛋呢類醃製嘢食係有好大關係。雖然佢今次只係排第4，但絕對唔代表佢安全，尤其是係身體機能開始退化嘅老友記。可能你後生20幾歲、30幾歲嗰陣，新陳代謝快，捱一兩返嚟排毒排得，呢啲嘢就等於俾個機會啲癌也面發芽。跟住落嚟要講嘅第3位，可能好多鍾意返內地旅行或者去順德尋找美食嘅朋友都食過，甚至係好鍾意食。佢就係淡水生魚片，即係我哋俗稱嘅魚生。特別係淡水魚整嘅魚生，香港人好鍾意食日本料理，三文魚、吞拿魚、生魚片食唔少，但日本刺身通常係海水魚。而第3位呢個致癌陷阱，主要係指淡水魚。點解淡水魚生咁恐怖？因為淡水河流魚塘嘅環境係一種叫肝吸蟲嘅寄生蟲溫床。當你食咗無煮熟嘅淡水魚生，呢啲肝吸蟲嘅幼蟲就會經由你嘅消化系統一路爬到去你嘅膽管、肝臟入面安家落戶。一條肝吸蟲喺人體入面可以活成20年，甚至30年咁耐。佢哋喺你個肝入面係咁吸血排泄，導致你嘅膽管長期發炎、纖維化，慢慢就會演變成膽管癌或者肝癌。好多人以為食魚生嗰陣點多啲芥末，點多啲辣醬，或者飲杯高度數嘅白酒就可以殺菌殺蟲。呢個觀念真係錯到9彩。科學實驗做過無數次，芥末同酒精對肝吸蟲嘅幼蟲根本毫無破壞力，佢哋可以安然無恙咁吞落肚。所以千祈唔好貪一時之快去食淡水魚生，一旦中招，可能過咗10年8年，你老咗，免疫力低嘅時候，個肝先至嚟大爆發，到時真係神仙難救。再嚟到第2位，呢個範疇就大啦，叫做高重金屬殘留的大型肉食性魚類，代表角色有邊幾種？好似大家成日聽嘅鯊魚、旗魚、大眼雞，甚至係某啲大型嘅吞拿魚或者馬鮫魚，呢類魚通常喺海洋生物鏈嘅最頂層。海洋入面有好多工業污染排放出嚟嘅重金屬，特別係甲基汞，即係我哋叫嘅水銀。當小魚食咗帶有水銀嘅浮游生物，大魚又食小魚，更大隻嘅肉食性魚類又食大魚，呢啲水銀就會隨住生物富集效應，成千上萬倍咁累積喺呢啲大型肉食魚嘅肌肉組織入面，
水銀呢種重金屬係一種極端恐怖嘅神經毒素同致癌物，佢入到人體之後極度難排出體外，會慢性破壞大腦神經、腎臟，甚至誘發細胞基因突變。好多老人家去到60歲或者70歲，開始發覺自己手震震，記憶力衰退得好厲害，以為只係正常阿茲海默症或者帕金遜症，其實去醫院一驗血，先發現係水銀中毒。而且長期高劑量嘅水銀殘留，仲會誘發多種癌症。所以去街市買魚，見到體型太大，成條好似人咁高嘅深海肉食魚，真係要避之則吉。唔好以為愈大條愈補愈有營養。好啦，終於要揭曉第一位啦！呢個第一位真係名副其實嘅披住羊皮嘅狼。好多人花大錢，幾千蚊甚至上萬蚊一斤買返嚟，當佢係至高無上嘅補品，燉湯俾生完仔嘅新抱飲，煲粥俾啱啱做完手術嘅老人家食，以為可以大補元氣，續命黃金。佢就係頂級老火燉湯專用魚花膠，以及野生巨型黃花魚、野生深海大魚膽，特別係好多人追捧嘅野生老魚、深海大魚所製成嘅高檔補品。大家可能會好疑惑，花膠唔係花膠桶膠原蛋白嚟咩？黃花魚唔係好鮮甜咩？點解會變咗致癌榜第一名？背後有兩個極度致命嘅原因，好多街坊完全被蒙在鼓裏。第一個原因依然係剛才提到嘅時間與重金屬累積，好多人為咗追求所謂嘅極品，一定要買嗰啲喺海入面活咗10年、20年甚至更耐嘅巨型野生大魚。大家用腦諗下，一條魚喺現代污染咁嚴重嘅海洋入面活咗20年，佢每日游水、每日覓食，身體入面累積嘅重金屬、微塑膠、二惡英同多氯聯苯已經去到一個天文數字。你以為你買緊一塊陳年極品金錢魚膠或者一條天價野生黃花魚係補品？其實佢本質上係一塊高濃度海洋污染物固體放大器。老一輩嘅人好鍾意將呢啲名貴大魚嘅魚肝、魚膽、魚標拿嚟做藥引或者補身，特別係魚膽。民間相傳魚膽可以清熱明目，但喺現代醫學角度睇，大魚嘅魚膽含有極高毒性嘅膽汁毒素，毒性堪比砒霜，食一粒就可以導致急性腎衰竭、肝壞死，甚至直接誘發細胞癌變。臨床上不知見過幾多50多歲嘅中年人，因為聽信偏方，吞咗一粒野生大魚膽，結果入咗深切治療部，就算執返條命，個肝腎功能都已經廢咗大半。第二個原因，亦係最黑暗、最少人知嘅食安內幕，就係防腐與加工污染。正因為呢啲名貴嘅野生大魚、高檔花膠身價昂貴，動輒幾千上萬蚊，海味商同捕撈商最驚嘅係咩？係驚佢變壞，驚佢發霉，驚佢生蟲。為咗保證呢啲高價貨可以保存幾年甚至10幾年嚟，等個好價錢，部分無良商人喺捕撈到大魚之後，或者在曬製花膠嘅過程當中，會使用大量違禁嘅化學藥劑。好似用甲醛即係福爾馬林嚟浸泡大魚，保持肉質彈性；用二氧化硫甚至工業漂白劑嚟將花膠漂得白白淨淨，賣相靚一靚。更有甚者會噴灑敵敵畏等劇毒農藥嚟防蟲、防鷹。甲醛同二氧化硫一早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強烈致癌物。當你將呢啲表面睇落高檔、包裝精美嘅花膠大魚買返屋企，用阿媽最鍾意嘅慢火細燉3-4個鐘方法嚟煲老火湯，高溫長途跋涉咁將花膠入面殘留嘅甲醛、重金屬、化學化肥完全溶解入去湯水入面，你滿心歡喜飲落肚嘅唔係膠原蛋白，而係一碗熱騰騰嘅致癌毒藥。特別是年過50歲嘅人群。點解我強調呢個年紀之後千祈唔好再掂？因為人去到50歲呢個關口，身體嘅生理機能會出現一個好明顯嘅滑鐵盧。第一，我哋嘅肝臟同腎臟解毒功能已經冇後生20幾歲嗰陣咁強大。後生仔食咗毒素，可能多飲2杯水，去多幾次廁所就排走大半。但50歲之後，呢啲重金屬同致癌化學物入咗身體，就會好似強力膠咁黏喺你嘅器官入面，不斷刺激正常細胞，令佢哋變異。第二，隨住年齡增長，人體嘅免疫監視系統會開始老花眼。後生嗰陣一有癌細胞出現，免疫系統會即刻衝過去消滅佢。但50歲之後，免疫系統反應變慢，
如果此時你還源源不斷咁用鹹魚、重金屬魚、化學花膠去刺激身體，癌細胞就會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迅速壯大，等到你發現嗰陣，往往已經係中晚期。既然呢幾種魚風險咁高，係咪代表我哋香港人以後唔可以食魚？當然唔係，魚肉始終含有豐富嘅優質蛋白質同埋對心血管非常好嘅不飽和脂肪酸，只要我哋識得揀、識得食，一樣可以食得健康。大家記住一個黃金原則，叫食少不食大，食海不食淡。咩叫食少不食大？去街市買魚，盡量買體型較小、生命週期比較短嘅魚類，好似秋刀魚、沙丁魚，或者香港人好鍾意食嘅細條紅衫魚、石魚、石斑仔。呢類魚通常在海入面只係活咗幾個月到1、2年，生命週期短，佢哋根本未有足夠嘅時間去累積過量嘅水銀同重金屬，肉質既鮮嫩，安全係數又高。咩叫食海不食淡？盡量選擇純淨海域捕撈嘅海水魚，少食不明水源嘅魚塘淡水魚。如果真係要食淡水魚，好似鯇魚、大魚、烏頭，就一定要徹底煮熟，蒸魚時間要足夠，絕對唔好食半生熟，更加唔好學人食淡水魚生。在處理淡水魚嘅時候，砧板同刀具一定要生熟分開。切完生魚之後，要用滾水同洗潔精徹底消毒，避免交叉感染肝吸蟲。另外，針對鍾意飲魚湯食花膠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想補充膠原蛋白，或者想享用鮮甜嘅魚湯，其實平平地買幾條鯽魚或者豆腐魚嚟煲，效果已經好好，完全唔需要追求天價野生大魚。買花膠嘅時候，千祈唔好一味追求死白或者完全無腥味嘅貨色。真正自然曬乾嘅花膠，顏色應該係帶點微黃，甚至有自然嘅血絲同不均勻嘅色澤。聞落去有淡淡嘅海水魚腥味，而唔係刺鼻嘅化學藥水味。食之前一定要用清水反覆浸泡，換水幾次，盡量減少表面可能殘留嘅化學物質。健康唔係靠一朝一夕嘅大補，而係靠日常生活中避開呢啲致命嘅地雷。特別係我哋做人仔女嘅，返到屋企一定要同爸爸媽媽、爺爺呢呢講清楚呢個觀念。老一輩嘅人慳埋，捨唔得食好嘢，但往往一買補品就被人呃，買咗呢啲致癌榜第1名嘅大魚花膠返嚟，以為自己賺咗健康，其實係貼錢買難受。由今日開始改掉一定要買大魚，一定要吃陳年補品，一定要重口味食鹹魚嘅舊習慣，注重食安知識，挑選小型新鮮魚類，均衡飲食，先至係真正長壽、遠離癌症嘅不二法門。希望大家今日聽完呢番話，可以重新審視自己同屋企人嘅飯桌，食得明智，活得健康。